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每天早上一醒来，喉咙就像卡着一团东西，黏黏稠稠的，咳也咳不出来，吞也吞不下去。你用力清喉咙，发出那肿嗯嗯的声音，但那团痰就像粘在那里一样，怎么也弄不掉。有时候好不容易咳出一边点，过不了多久又回来了，甚至比之前更多。这种感觉真的很烦人，对不对？你可能以为这只是小毛病，睡觉姿势不对，或者是天气变化、空气品质不好造成的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小问题。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，而很多人却一直忽略它。这个警讯来自哪里？不是你的肺，不是你的喉咙，而是你的脾。没错，就是中医里面讲的那个脾。当你的脾虚弱了，运化功能失掉了，水湿就会在体内堆积，慢慢凝结成痰，然后堵在你的喉咙、肺部，让你每天早上都要跟那团痰奋战。如果你一直忽视这个问题，不去处理根本原因，那这些痰就会像割韭菜一样，割完又长，永远清不前进。更糟糕的是，长期下来，你可能会出陷睡眠、品质变差、容易疲倦、反复喉咙发炎，甚至演变成慢性咽炎。所以，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否则你可能会错过身体最重要的求救信号。请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关注我们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提出任何你想问的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就打0。那为什么这么多痰怎么也去不掉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大部分的人一想到喉咙有痰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是我的肺不好，然后就开始买各种化痰药、止咳糖浆，甚至去看医生拿抗生素。吃了几天，痰好像少了一点，但过没多久又回来了，甚至比之前更严重。你是不是也这样？越喝药越烦躁，越治越没效，感觉就像割韭菜一样，割完又长，永远割不完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的肺真的出了什么大问题？于是又去照 X 光做检查，结果医生告诉你，肺部没什么大问题啊。这时候你就更困惑了，明明痰这么多，为什么检查却说没事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其实问题不在肺，而是你一直在治错地方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痰病不是肺制造出来的，肺只是一个储存痰的仓库而已。真正制造痰的源头是你的脾胃系统。如果你只是一直清肺化痰，却不去处理脾虚的根本问题，那就像只清理仓库里的垃圾，却不去关掉制造垃圾的工厂一样，永远清不完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有这个困扰，现在就要换一个思路了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中医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。在中医的经典理论里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：脾胃生痰之源，肺胃助痰之器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脾才是制造痰的源头，而肺只是储存痰的地方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你可以把脾胃想象成一个生产工厂，它负责消化食物、运送营养、处理水分。当这个工厂运作正常的时候，一切都很顺畅，水湿被正常代谢掉，身体保持清爽。但是当脾虚弱了，工厂开始故障了，它就没办法好好处理水湿，这些水湿就会在体内堆积，慢慢变浓稠，最后凝结成痰。而肺呢？肺就像一个仓库，脾制造出来的痰都会被运送到这个仓库里储存。所以当你喉咙有痰、肺里有痰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仓库里堆满了货，但真正的问题是工厂一直在生产。
如果你只是吃化痰药、清肺的药，那就像只是去仓库理清、理垃圾，但工厂还在不停地制造新的垃圾，今天清完了，明天又堆满了，后天还是一样，你永远清不完，因为你没有去关掉那个制造痰的源头。所以要化痰，先得健脾，不健脾，痰永远不断根，这是中医治疗痰湿最核心的原则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问，可是陈医师，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脾虚呢？别急，接下来我就会详细解释脾虚是怎么让你天天有痰的。首先我要说明一下，中医讲的脾跟西医解剖学里的脾脏不太一样。西医的脾脏主要负责免疫和血液过滤，但中医的脾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，它指的是整个消化系统和水液代谢系统的功能。在中医里，脾有2个最重要的工作，一个叫运化水谷，就是消化吸收食物，把营养运送到全身；另一个叫运化水湿，就是处理体内的水分，把多余的水湿代谢掉。你可以把脾想象成身体里的物流系统，负责把好的东西送到该去的地方，把坏的东西排出去。当脾的功能正常的时候，你吃进去的食物会被好好消化，营养会被吸收，水分会被正常代谢，身体感觉很轻松、很清爽。但是当脾虚弱了，这个物流系统就开始出问题了，消化变差了，你吃完饭容易胀气、打嗝、胃不舒服，水湿代谢失掉了，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，就开始在体内堆积。这些水湿刚开始可能只是让你觉得身体有点重、有点疲倦，但时间久了，水湿越积越多，就会变得越来越粘稠，最后凝结成痰。我再用一个比喻，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，脾就是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。当排水系统正常运作的时候，下雨了，水会顺利排掉，城市保持前进。但如果排水系统坏了、淤塞了，雨水就会积在路上，积在房子里，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臭水、烂泥，到处都是湿气。体内也是一样，脾虚了，水湿排不掉，到处流窜，凝结成痰，堵在喉咙、肺部，让你每天早上都感觉卡卡的，不舒服。所以说，痰的根源不在肺，而在脾。更可怕的是，脾虚不只会制造痰，还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让你的身体越来越糟。这个循环是这样的：脾虚生湿，湿凝成痰，痰阻气，积气滞又伤脾，脾更虚。我详细解释一下。第一步，脾虚了，水湿代谢不掉，体内开始堆积湿气。第二步，这些湿气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黏，慢慢凝结成痰。第三步，痰堵在体内，阻碍了气的流动，中医叫气机不畅。当气机不畅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胸闷，喉咙卡卡的，呼吸不顺，甚至心情也变得烦躁。而且更糟糕的是，气滞又会反过来伤害脾的功能，让脾变得更虚弱。脾更虚了，水湿就代谢得更差，痰就更多，气就更堵，然后又再伤脾戚，就这样一圈一圈地恶性循环下去。你有没有这些症状？吃完饭就觉得肚子胀胀的，怎么也消化不掉，喉咙常常有痰，早上特别明显，头感觉很重，身体很沉，像背了一袋米一样，明明睡了一整晚，起床还是觉得累，完全没有精神。如果你有这些情况，那很可能就是掉进了这个脾虚湿痰气滞更脾虚的恶性循环里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永远甩不掉那口痰，因为你的身体一直在这个循环里打转，出不来。要破这个恶性循环，就得从根本下手，不能只是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正确的思路是什么。
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要真正解决痰的问题，不能只是清肺化痰，而是要健脾祛湿。这个道理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要关掉制造垃圾的工厂，同时清理仓库里的垃圾。具体来说，我们要做2件事：第一，健脾，让脾的运化功能恢复正常，不再制造新的湿气和痰；第二，祛湿化痰，把体内已经堆积的湿气和痰慢慢排出去。这2个方向要同时进行，才能真正断根。只要工厂不再生产，仓库里的存货总有一天会清空。只要脾恢复健康了，水湿代谢正常了，痰自然就不再反复出现了。那要怎么做呢？今天陈医师就要教大家一杯在家里就能做的健脾化痰茶——生姜3味茶。这杯茶用的都是很常见的食材，但组合起来却有非常好的健脾祛湿、理气化痰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会详细介绍这杯茶的配方和做法。这杯生姜3味茶一共有4种材料：生姜、陈皮、茯苓和百合，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作用，组合在一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脾虚生痰的问题。第1味生姜，生姜是这杯茶的主角。在中医里，生姜性温味辛，有温中散寒、暖脾化痰的作用。民间有一句话说：早上3片姜胜过餐汤1碗。为什么呢？因味深，姜能温暖你的脾胃，帮助脾恢复运化的功能。很多人脾虚是因为平常吃太多生冷的东西，像是冰饮料、冰淇淋、生冷水果，这些都会伤害脾阳，让脾变得寒湿。生姜就像一把火，能把这些寒气驱散，让脾重新暖起来、动起来。当脾暖了，运化功能就恢复了，水湿就能正常代谢，痰自然就少了。而且生姜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，就是能化痰。它的辛温之性可以把粘稠的痰液化开，让你更容易把痰咳出来。所以早上喝一杯姜茶，不止暖胃，还能帮你清理喉咙里的痰。第2味陈皮，陈皮就是赛前的橘子皮，在中医里是非常常用的药材。它性温味苦，辛有理，气健脾，燥湿化痰的功效。我常常把陈皮比喻成身体里的交通警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脾虚、湿气重的时候，体内的气机就会堵塞，就像交通堵塞一样，到处都不通畅。陈皮就像交通警察，能疏通这些堵塞的气道，让气顺畅地流动起来。气一通了，很多问题就解决了。你会发现胸闷减轻了，消化变好了，痰也比较容易咳出来了。而且陈皮还有燥湿的作用，能把体内多余的湿气慢慢烘乾，配合生姜一起用，健脾祛湿的效果就更好了。陈皮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香气。这种香气不只好闻，还能醒脾、开胃，让你的脾胃功能更活跃。所以很多健脾的方子里都会加陈皮。第3味茯苓，茯苓是一种菌类植物，长在松树根下，在中医里是非常温和安全的药材。它性平，味甘淡，有利水渗湿、健脾安神的作用。茯苓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能把体内多余的水湿慢慢渗出去、排出去，但又不会伤害身体的正气。很多利水的药材会让人觉得虚、没力气，但茯苓不会，它很温和，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。而且茯苓还能健脾，当脾的功能增强了，水湿的代谢就会更顺畅，痰湿就不容易堆积。茯苓还有安神的作用，能让你睡得更好。很多人因为痰湿阻滞、气机不畅，晚上睡不安稳，茯苓就能帮助改善这个问题。
所以茯苓在这一杯茶里扮演的角色，就是温和的排出坏水、湿气，同时保护你的正气，不让你越喝越虚。第4位，百合。百合是这杯茶的调和剂，它性微寒，味甘，有润肺、清心、养阴安神的作用。你可能会问陈医师，前面3味都是温的、燥湿的味，什么要加一味寒凉的百合呢？这就是中医的智慧了。生姜、陈皮都是温燥的，虽然能健脾化痰，但如果只用这些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太燥，容易上火。百合就是来平衡这个问题的。百合能润肺，能滋养肺阴，让你的肺不会因胃太燥而受伤，而且百合还能清心安神，让你喝完这杯茶之后，不止身体舒服，心情也会平静下来。所以加了百合之后，这杯茶就变得温而不燥，润而不腻，非常平和，适合大部分的人喝。怎么煮这杯茶？材料准备好之后，做法很简单。你需要一块老姜，大概3到4片的量，记得要带皮，因为姜皮也有利水的作用。陈皮、茯苓、百合各10克，然后加1000毫升的水，把所有材料放进锅里，大火煮开之后，转小火慢慢熬煮30分钟。这个过程很重要，慢火熬煮才能把药材的成分充分释放出来。煮好之后，稍微放凉一点就可以喝了。喝起来是什么感觉？这杯茶喝起来带注姜的微微辣感，陈皮的清香，还有百合的淡淡甜味，一口下去，整个人都暖了起来，从喉咙暖到胃肺，常舒服。而且喝完之后，你会觉得喉咙清爽了很多，原本卡在那里的痰好像松动了，比较容易咳出来了。最后，我想提醒大家，是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这杯生姜3味茶不是药，它是一种温和的食疗，是帮助你的身体恢复自愈力的工具，所以你要用正确的心态来看待它。第一，要有耐心。这杯茶不是特效药，喝1次2次不会马上见效，你需要连续喝1到2周，让身体慢慢调整，慢慢恢复。很多人喝了几天没看到效果就放弃了，这是最可惜的。给身体一点时间，它会回报你的。第二，要变体质。这杯茶适合大部分脾虚湿盛、痰多的人，但如果你是属于痰热体质，就是痰比较黄、比较浓稠，喉咙容易发炎，口乾舌燥，那生姜的量就要减少，或者先滋循中一湿，调整配方。第三，要注意安全。如果你是孕妇或者有慢性疾病，正在服药，喝这杯茶之前，最好先问问你的医师，确保安全。虽然这些都是食材，但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谨慎一点总是好的。第四，要改变生活习惯。光靠一杯茶是不够的。如果你平常还是吃很多冰的、甜的、油腻的食物，不运动，压力大，睡眠不好，那脾还是会气虚虚弱下去。你要配合饮食调整，少吃生冷，少吃甜食，多走路，多晒太阳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这样才能真正把身体养好，健脾化痰。从这一杯开始，让更多人知道，痰不是肺生的，是脾在求救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人每天早上喉咙卡痰，咳不出，很困扰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痰去病消。